幾天啊，這天氣是無介穩定。氣象署指出，這拜三開始呢，中南部的雨水是會豆啊減少，也毋過東部地區這過晝也是會落雷公雨的。拜四開始，其實大部分的地區都會變好天，而且愈來愈熱熱。而到了禮拜四之後，水汽進一步的減少哈，可以看到中部跟南部，除了南部在清晨有些零星的降雨狀態，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穩定的，只有在中部以北、宜蘭跟花蓮還有山區可能會有午後雷陣雨出現，而這個狀況一直到禮拜六之後會更加的減少，午後雷雨的區域會更加的減少，那天氣呢則會以多雲到晴為主。那氣象署是表示講，這拜四開始呢，氣溫是會豆啊回升，而且天氣愈來愈熱熱。到5日這連假，這普遍來講是有33度以上。那若拜三到拜五呢，這台東是有可能會透燒風的，所以提醒民眾若準備出門，都要注意避免熱傷害。